老师，客家文化会馆。来到台南市客家文化会馆，小游客们跟着导览员一窥客家传统文化，从画家曾文中永远的家园画作中，美浓先民的传统生活一览无遗。美浓哥，你看看河边有好多人在做什么？在洗衣服，在放牛哈，在赶鸭子哈。油纸伞可说是美浓最具代表性的手工艺。早期除了可以拿来遮风避雨，更带有吉祥的寓意。油纸伞哈，就是要下雨的时候来遮雨的。好，那下雨的要怎么讲客家话呢？落雨嘞。这边是拔，这边是胡琴，这边是唢呐。来到互动区，传统客家乐器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？赶快来体验看看。这个是脑灶，各位同学小朋友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！传统客家人擅长炼制樟脑油，制作流程功法繁复，展现出先人的智慧。逐樟树而居啊，客家人的脚步啊是跟着哪边有樟树，他们就一直移到哪边去。传统农具器物呈现客庄生活，蓝山更是孩子们前所未见。小朋友大声讲蓝山。好，这个客家的代表的服装。客家文化初体验，小朋友们好开心。古老的文化在孩子认真的身影中和欢乐的笑容中，将永不被遗忘。上课喽！录音嘞，录音嘞，录音嘞。